一種比較少人知道，但係可能致命嘅輪狀病毒 Rotavirus 近期正在北加州擴散，主要影響3個月至35個月大嘅嬰幼兒。周正君報導。根據 WasteWater Scan 嘅污水監測數據，輪狀病毒響 Davis、北灣 Marine、紅木城、聖荷西以及東灣 Fremont 嘅感染水平最高，而三藩市 Sunnyvale 同 Novato 就屬於中等水平。輪狀病毒主要影響3個月至35個月大嘅嬰幼兒，可能引發發燒、嘔吐、嚴重水樣腹瀉，嚴重時會導致脫水、住院甚至死亡。三藩市加大嘅傳染病專家 Monica Gandhi 醫生指出，輪狀病毒傳染性極高，係較少被認識嘅腸胃疾病之一。全美每年約有5萬名兒童因此住院。其症狀同 Novel Virus 俗稱腸胃流感相似，主要透過糞口途徑傳播，例如接觸受污染物之後再觸碰口部，或透過共享食物與受污染表面感染。患者響病發期間傳染力最強，即使症狀消失之後，病菌最多仍然可以傳播3日。專家指出，疫苗係預防呢一種疾病最有效嘅方法。自2006年疫苗推出之前，輪狀病毒曾經係美國嬰幼兒嚴重腹瀉嘅主要原因。目前美國約有75%嘅兒童完成疫苗接種，但近期聯邦衛生與公共服務部政策調整，改為建議家長與醫生共同決定係唔係接種，而非全面建議施打。包括美國兒科學會在內嘅主要醫學團體批評政策，認為可能增加公共健康風險並削弱民眾對疫苗嘅信心。26台記者周正君報導。